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星宇航空台北飞洛杉矶，昨正式来开航。董事长张国伟亲身来驶第一座飞机，伊伫个无人机顶甲政府吐槽，讲人世界各国拢积极咧发展观光，只有台湾无够重视。讲台湾除了台积电，阁有啥咧？张国伟阁来激励，讲人新加坡的机场拢已经起价第5航站大楼咯。 啊，台湾咧，这第3航站大楼，唔知当时才会完工。讲台湾已经输人伤多咯。恭喜剪彩！剪彩代表新航线要启动，星宇航空26号开航台北到洛杉矶，正式展开北美的版图。 一手甲飞龙机讲西欧娜娜，星宇未来并业绩。董事长张国伟嘛亲身驶飞龙机，伫咧飞龙机顶讲着观光，讲台湾除了台积电，阁有啥？来看新加坡的樟宜机场，当初一起是参考台湾，结果新加坡已经起到第5航厦，咱台湾含第3航厦，当时起好都唔知影，认为台湾无够注重观光，阁有业者为着趁钱，讲公务人员为国外参访回来无路用啦，观光发展的速度就亲像久伫咧爬壁。张董事长讲的确实是。 经过这3年以后，台湾的观光思维只停留在自己国内的旅游思维，对接待国外观光客来台的这些相关准备，其实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观光协会理事长讲，台湾爱追求小个短化，无注重高品质，以后观光发展确实有影真慢，希望政府要较加油咧，请国际游客来。你好。 游客飞出去台湾是要哮喘一下。台湾今年敢是卖当成各国游客来达到600万来台湾的数量，各界拢等你看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